听台湾看世界，继续来看英国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70年的庆祝活动。当地时间6月初2正式来登场。今年96岁女王伫民众的欢呼声当中，甲王室的成员做伙献身伫个白金汉宫的阳台，来观赏到空军的表演。暗时嘛参加点灯的仪式。 北京汉宫前的人民大道广场路口，起甲规个拢是人。伫咧一片旗海飘扬和拍锣声内底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，佮有真侪王室成员4代亲同，就会出现伫咧北京汉宫总边啊。96岁女王虽往拄拐呀，不过看起来真勇敢，和子孙仔就会看空军表演，接受1500个士兵致敬敬礼。 啊！正气飞往天顶，轰轰叫声音，互4岁路易小王子甲耳仔嗡起来，表情真趣味。妈妈凯特嘛挡袂牢笑甲变过，不过麦当发现王室成员敢若目减开的人。 Event was also marked by the absence from the symbolic balcony appearance of Prince Andrew, Prince Harry, and Meghan, no longer working royals, and Prince Andrew having contracted COVID. 就算有淡薄遗憾，不过无影响到伊丽莎白二世登基70周年欢喜的气氛，因为女王今年2月感染到新冠病毒，去年开始嘛传出腋骹徛袂在，和行动不方便。这摆活动由查尔斯王储、安妮公主和威廉王子。 同齐做伙徛起未来，真有传承的感觉。Well, the chance of getting another 70-year reign is, well, pretty much non-existent. Certainly in the near future. Certainly we're not going to see another one. So I live close by, but I've never actually seen the Queen before, so this is an opportunity I thought I'd come. 仪式庆祝活动结束了后，女王坐落来就去温莎堡参加点灯的仪式。 那点到温莎，包括北京汉宫头前的树仔，和大英国协境内54个地区，超过3000座的灯塔，嘛都咧倒起来。不过因为头一天收忝，北京汉宫嘛宣布女王未参加3号的活动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YouTube频道。